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款的公车司机实在恶质。有一个香港籍的小姐发文章，讲伊伫咧台中坐公车的时阵，这个司机因为不满老伙仔乘客骹手慢扫，都甲老大人糟蹋。伊看袂做哩，就甲司机应喙。结果这个司机见笑转上去，骗讲车害去，甲所有的乘客赶落车，甚至要甲车驶走的时阵，佫企图要甲冲浪，尾也是规气落车甲拍，是甲拍甲头壳、骹只片、骹头有拢受伤。这个公车的客文讲，司机事后有跪落甲对方来道歉，赔偿着6000块，但是因为行为欠妥当，会甲记2支的大告。交通局嘛甲这间客运公司罚款3万块，而且甲这个代志纳入未来的敏感。一个小姐徛伫公车前挡住去路，这个公车司机一个落车，用手甲塞去边啊，佫敢若有出手甲拍。然后就看到那女生就是直接被司机摔在地上，就想说有需要打成这样吗？就是因为他是真的就是一路这样推过来。这个小姐唔甘愿，对这个公车翕相并且报警，因为伊认为讲这个司机的行为真正是有够可恶。这个香港的小姐事后有写文章，原来迄一天伊伫台中坐公车的时，司机敢若是不满另外一个老伙仔坐车的时呢行动有较慢，讲像你这款老伙仔无应该坐公车，害我慢分。佮讲行动若无方便，就应该坐警车，还是叫厝内人接送。好像看老人家不起这样，好像你们坐那个免费的车子，还在喜欢啰嗦，有艺术这样了。这个小姐甲其他人客看甲袂做咧，叫伊袂使安尼。这个司机就骗讲车故障，伫站牌仔前超过20公尺，就将人赶落车。这个小姐真不满，无爱互伊驶走，结果司机唔拿拍算赛车要甲弄，佫甲拍。就先跟对方道歉嘛，就是赔偿对方嘛，6000块嘛，那司机向对方下跪道歉。虽然事后公车司机有赔伊，嘛跪落来甲回信咧和解，不过头家议员甲记2个大告，交通局嘛有处分。驾驶人确实有言行不当的行为，交通局绝不宽待，将向台中客运处分3万元。除了罚款，交通局讲会将这件代志纳入未来对业者的评鉴，将影响到业者申请年度补贴的额度，以后将不定期派人去开站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